你。谢谢。我们去吃饭好不好？你饿了？嗯。怎么会想要来跑步啊？平常不是一下班就回家吗？就看同事都有在跑啊，感觉还不错啊。是小恩吗？不是，是万哥。运动好。讲化疗是人类系统更加丰富的机制，用强化、共振化为双人。其实，我无法去判断，那样是爱共振化，爱留心底度的感受空点。小恩，怎么这么巧？你也来跑步啊？嗯。来跑步。嗯。喂。没什么好缺点。好。喂。瑞亚，我临时有事要赶回公司，可能没有办法陪你吃饭。哦。抱歉，回去小心，记得吃药。好。哎，你怎么又要走了？公司突然有事，我自己骑车。哦，骑车小心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，也不再有悲伤。我明明梦到他跟我说房子漏水了，骨灰坛破了。我知道你忙，本来我是打算请管理员处理就好，没想到他们还是把你给叫来了。没关系，应该的。其实你有好一阵子没有打电话给我，我原本想说你是不是最近已经开始上班了？最近还好吗？先生自杀，谁敢找我上班呢？不过就是一个刻薄鬼扫把星啊，成天骂他，害他找不到工作，害他看到我就想死。梁姐，医生说过了，黄大哥是忧郁症才死的。你别往那个方向想。没有漏水啊，那他到底想要跟我说什么啊？应该是不会漏水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请。天狗是超人，天狗是最低的。你们上来，台湾这边，太不会包装。喂，白天。一个久病跳楼的，一个欠债烧炭，一个卧轨，再加2个感情纠纷的，一个晚上这么多个，太夸张了。因为迄个去做伴娘，翕相，你用哪几条？无天嘞！哎，收！哎，台波较收面的喂喂！哎，胖哥，那边哎呦，台波哎，阿生的老小恩忙来呢，我去买几张啊哈，现场啊，一听到用相片了，不知没？好，来。你们到底够了没啊？他们昨天忙了一夜，累了一夜了，你搞什么宴客伴郎伴娘了？够了！老婆，结婚就跟办丧事一样啊，里面很多妹妹嘎嘎，还是要注意到的。来，哎，那个慢笑，来，不要骂我！啊！你给我听清楚，我给你3分钟。你要是没拍好的话，我就把你的相机给砸了。你不要再给我搞什么彩排了。3分钟，来把握。来，5、4、3、2。哎呦，我来开场。我那个低了，我那个用手机给练习了，好，是好。
哎呦，去哪练了？伊讲唔是迄了。哎呦，可能要做项链没好看了哈。哎呦，安尼啦，阮公公因两三去甲练习了，今日做球太火了哈。要得让我们去哪来练了？今日खे爱呀。खे数。खे数。खे哎呦，好啦好啦，我来खे啦，新娘来खे，太得过，来来，一起甲练习了。练习了。给音乐就变啦去，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。啊，老师傅，唔是安尼行过哦，佢什么人行好哦，伊成就一摆天天的安尼行啊。我只要一闭上眼睛，就会看见他死在床上的样子，所以就住到这了。那杨爸爸、杨妈妈呢？去跟我哥住了，嫌我烦。杨小姐，我之前服务过一个家属，而他现在啊是在自杀呼救会里面服务。他帮助过很多像你这样类似的案例。我这边有一张他的名片，我想对你应该有帮助。你跟我说那么多干嘛？我只想要问你，你对狗有没有兴趣？这个社会连一只狗都容不下，你知道那些邻居想要哪臭有跳蚤，根本就神经病。我觉得你是唯一一个跟我讲话不会露出不耐烦表情的人，也不是同情我吧？不是。还是你只是想赚钱？你放心，我的生活是一定给你办。你不要这个样子啊！黄大哥的走真的不是你的错，医生都有说过了。而黄大哥爸妈所说的都是气话，我觉得没有人有资格可以批评你。不是我的错，但是我可以阻止。我明知道他自杀未遂过，我还去上班。我现在可以为了办公室的庆生会，忘了打电话给他。你知不知道？当我看见他死在我们床上的时候，我竟然偷偷的松了一口气。我心里想，我终于可以不用再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，我终于可以一个人轻松一点。我就是一个这么自私的人。好了，你不要，还我。杨小姐，我完全可以理解，我们在一起想办法好不好？你一定要忘记过去，你有重新过生活的权利。好，艾迪。生活要参的懂关哟，无限都见唔到你。你下行去啦，你睇2年你办股票师。啊？莫使话，我讲你个客户很没想法。系啊，班哥，唔识介绍王太太的用人嘛？做人也好呀，万年我唔识佢。前因的初造啊，只会因为本期下到此正传了。啊？你做了乜嘅事情啊？我同样就讲，佢啊发现到佢出家身上啊烧炭自杀，死到出家面床档，那他王先生的阿爸呢感觉非常的坚强，天天就要去佛法的。好，家爸家妹啊就想要到王太太想到某一地好啦。讲家来嘅痛楚姑娘，怎么得到忧郁症的啦？这样时啊，他家就非常的同情你，想要天诉黄太太啊。要两3年要懂乖鸟，这个来的忧郁症自杀，因为怪到神经咯。哦。行出嚟講啦，佢聽咗叫佢聲音行唔出來。你们听我把故事说下去，人家都一定當同情佢創作。但係啊，到集體入來開始啦，擺翻向菜唔
日练像干柴木，日读像防卫唔对，连火花都像骨头受到唔哈，从头想到尾啦。这当然啦，人家都是好好老几讲啊，哈，没想到佢啊，呀叫东西乱得无，哈，姑嫂啊，家爸家妹啊，看到啊，天天就让佢送到精神表演。没想到啊，关内三张一出来，又继续来到公司，呀叫东西乱得无，彩色的主流咖啡啊，成到呛呛。真勁哦！係啊，這當然啦，初裝就出面撈嘅交通啊，希望你做到賠償啊。阿妹哦，佢啊，敢去窗玻璃吃沙了。哎呀，所以說我們家聖鼻根本就是生來拯救蒼生的嘛。做得好班了。你很牛的啦，也连朋友、同事都做唔上。冇需要你去弄男女生的朋友。罗小安，有喜欢无？是谁说睡大提袋并不浪漫的？对了，来，3连拍就预备开始哦。我师兄讲，唔是等下。所以就面对他，接受他，处理。主公莫本洛亚，乜嘅洛亚没了。我喺打來麼？又看到你爸了，有一千麼？冇呢，娘誒。就冇咩？我卡夫去我前200了，冇看到人了。平常時我去食菜蔬菜啊，也冇了，有嘅也冇帶了哈。我們佢到底要做嚟食飯冇？唔點人走進來了，馬家我去醫院檢查又唔去了，老跑了。佢冇講我去哪誒？哎呦，我妹唔知啊，唔知了，我就講嘛個，當奇怪哦，今晚我講我冇去求太傅結婚，冇去排了，今晚呢為什麼冇去了？我冇去了，冇那個煩死了。我都好下班，我去路上請下好。好，老太太轉來食飯了。天跟一條髮，一條髮，企得四行茶，塗顏熬沙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哎呦，阿生呢？报告。有冇也報誒？安安靜。哎。啊？哪有啊？而家唔係有打電話幫啊？冇啦，我就想講，唔到辦公室全冇看到嘛。好啦，太傅結婚，我聽錯會多，你很愛做嘛就做嘛，做點嘛？沒啦，同阿媽媽講實了係喎，都叫我一表皮。來，來，來，天堂。做唔得。
还等一下都无安尼，我攀凤台个会对死。阿生的呀，没救施主啦，出家身体，出家情绪嘛久啊，嘿无？那有嘛个神气啦？你连歹用过啊？我正经出道啊，凤台个去摇的啊，坚持唔攀高要说，少咧内部内 Q 嘅歌上，总会分凤台影响出去啊。来迄上咯，唔要救魔女公主，又要救皇太太。老实同讲啦，佢也都唔免赢正音啦，花很多时间，老家都来前一步，佢也都出家要退后三步，我又咪叫。我同讲哦，唔好咩死出家。若也提看医生呢，凤台呢？我是想牢记天盼好过要说啊，伫咧过程伫拄啊，阮大今年，阮做的演技嘅主要感有较少特别暗用啊，今年就较乖去看医生啊，分医生嘅治疗啊，错吗？好啦，记得两件事情，第一，唔免神，第二，有嘛做得。动啰嗦呢，唔咧做得下班呢，还唔专意皮下做，较暗唔专意啊，讲起又徛做徛做，我头牙爽啊，同讲，囡仔有办法。慢讲，哎，哪用心一点？盛伟，瑞雅，你怎么跑来了？我妈今天出加护病房了。真的、啊？那很棒啊！直接打电话给我就好了，干嘛要跑来啊？我怕吵到你工作啊。我只是来看你一眼。那我走了。吃过了没有？要不要跟我一起吃个饭？你是同情我才找我吃饭的吗？不要骗我，我不会去自杀了，但我也不要再跟你在一起了。今天，咨商师问我，是要选一个爱我的人呢，还是我爱的人共度一辈子比较好？我想了很久，你猜我怎么回答？猜不出来。我说，我要跟一个我爱的，也爱我的，所以我决定明天跟我爸带我妈去加拿大调养身体。明天？这么突然？你会舍不得我吗？不用回答啦。就算你要我留下来，我也要走，因为我值得一个对我更好的，一个真的爱我的人。张胜伟，谢谢你，谢谢你逼我去看咨商。
也帮我谢谢罗小恩，谢谢你们这么容忍我，我才有可能康复。我会继续去看医生，我会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。我要让你后悔没有爱我。再见。新娘的动线是这样子走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走到那。那边是来宾进来的动线，来，那盆花稍微对拉过去一点，对。杨小姐，在追思会的场地方面，我个人是有一些建议啊，比如说你可以一定要饭店，就在阿姨最喜欢的那一间大昌饭店。然后租个宴会厅，最好可以帮他请乐队来。饭店上预算方面可能会稍微再更高一点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其他的？那我就把房子卖掉啊，反正我一个人住凶宅也没有意思。我很怕鬼，跟你开玩笑的。
那你有想说要邀请什么人吗？阿姨的朋友啊，她爸妈不来就算了，我想要阿姨的朋友可以好好的跟她道别。江小姐，上次我们所提到的，就是这一次的追思会，最主要的目的是让你好好的跟黄大哥道别，但你，我要帮他弄一个别墅，然后里面最好有麻将间，还有温泉室，他最喜欢泡汤了。但在饭店真的有难度。以我过往的经验来看，饭店业者愿意让我们进去办追思的，真的不多。乐队呢，最好可以演奏是爵士乐，还是要有萨克斯风。他最喜欢爵士乐。哎，你要帮我记下来哦。然后，哎，你做好的呀，我现在啦。哎，就想要结婚咩？爱弟了，我等爱呀，哎呦，哎呀，咱几多点天天，哎呦，东西就忙款好啊，哎呦忙去洗到了，我娘去了，你匆匆忙忙等下啲药的就唔记得带了。按我名这个。哎呦，等爱了，东西事情很多，都忙总好咩？切了我要挑东西哦。你唱的很样的咯，你看到鬼了啊！做嘛该咯？嘛个切的很啊！等下让我做起哦，让吃的了，神经病啊！你天天在行了，等爱了。能力不足，你再说这些有什么用？订个饭店有什么难的？为什么要换地方？我邀请函都寄了。邀请函都寄了。杨小姐，我们之前不是说好，等确定饭店之后再寄邀请函吗？等你确定要等到什么时候？阿姨都已经等2年了，还不够吗？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会发生什么事，你到底懂不懂啊？对不起，杨小姐，对不起。走开！走。请相信我，是我能力不足，是我不好，对不起。我愿意再去大仓试试看。不然你帮我想一想，黄大哥还有没有喜欢去什么地方，好不好？杨小姐，你不要这个样子，请再相信我一次。你帮我想一想，黄大哥他平常还喜欢去哪里？也许我们可以办在那边啊。邀请函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拜托。太太，有看到太太冇了？有，给你这边请了，你这边请客了。这个好事呢。太太。其实办这个追思会根本就是个笑话，不管办几次，阿姨也是不会回来的。到头来，终究还是我一个人活在这个莫名其妙的世界上。其实不瞒您说，我妈妈前阵子才刚走。我跟你一样，有时候很害怕一个人的感觉，会感觉到孤单，会寂寞。但是啊，当有这种感觉冒出来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我的手机，听我妈妈留在我手机里面的留言，就好像她一直都还在我身边一样。
正好，我把关于他的东西全部都丢了，连手机都换了号码。杨小姐，我待会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办，我们再约时间碰面好不好？金总，阿胜，打电话有用吗？在日本，311大地震之后，有一个没有电话线的电话亭，他们叫它“风的电话”。当地人会透过那个电话亭，表达对亲友的思念。同样的道理，也许我们可以试一试。喂，根本不可能，没有办法。没关系，不要急，不然我到外面去好了。我不打搅你，我到外面去。是我，你好吗？你为什么要丢下我一个人？你为什么要丢下我一个人？为什么要让我一个人？你为什么要让我一个人在这里？还站在这里啊！要去走头路啊！按太上了，有看到太电我了。啊？太电了。太电了。是呢。冇嘞！哎，快点！我看到佢啊！你前記啦。你唔知邊啊？哎呦！冇聽出的嗰話，停定就轉來咩？可能啦，這個船頭就行出去了，行到你行忙轉來了，可能用太深了，一天又發生乜嘅事情，然後去前記了。我冇有送啊，做乜你行唔喺地殼外邊
了几年。爸之前就讲要带邱老大走红毯啦，那有可能会蛮多啦。对呀。太婆诶，做什么都忙了，做新娘的有做新娘的用的呀。找不到他，今天婚礼就不要办了。你打电话到警察局，其他的人骑摩托车去找，找不到全部都不要给我回来。报告室。是。喂。警察局吗？是哟，给你按10000个赞。那我要做什么？现在不要开玩笑。转来了，看到你了。春天跟一头发，一头发，去的是杭茶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看到你了，转了，来了啦，对，转来了。哎呦，这样都耐气了，用我打天翻哦，垃圾要用的了。以前无路，来班路读到去。啊，你收拾你呢？我那个这骑马路啊，还我们超的是，妈。你跑去哪里呀？是要把我急死吗？球员诶，今边很强哦，球员诶。不输鬼了，骑摩托还在那球样去。婚礼继续啊！要结婚的了。哦，讲我，年头都会得了，嘎。那你三不满关后，上楼梯小心哦，扶下扶下。按子生，真係吧？冲我案子谁？应该嘅。按讲哦。有一件事情啊，也想问天神的，有冇喺做咧？做嘛？你要去魔女公主府卡做啥？两个男女宾相连三不都满关，嘎。哎，老兄的无朋友，无朋友。哎呦，胖哥，拍谁啊？我知道啊。哎，阿胜。哦，今仔日有先赌神的哦，很早哦。哎呀，有欢喜无？阿胜，啊，我要结婚了呢。从小到大，我都是孤孤单单一个人，一个人走路，一个人吃饭。回到家里，打开电视，坐在沙发上被电视看到一个人睡着。但从今天开始，睡醒的时候旁边会有个人叫我老公，会有个儿子叫我爸爸，不用再担心一个人。你看我的贵心，有囝给他旁到。阿胜，你知影啥物叫做幸福？我突然觉得我好幸福，会有一个家，我这辈子不会再孤孤单单一个人。阿胜。首先，欢迎贵宾参加冯阿武、陈秋香小姐的结婚典礼。现在要进场的是男女宾相，欢迎我们3处
最帅、最美的金童玉女赵胜伟、罗小恩。接下来进场的是全世界最温柔、最好呆的火葬场一哥新郎彭阿武，潘哥！是哟，是哟，是哟！先来一个尖叫声！欢迎新娘子陈秋香小姐。因为陈秋香小姐父母亲已经移民到天堂，由她以前的老板罗大德先生牵着她的手，走向人生另一个阶段。好，请各位贵宾拍拍手。你还好吧，秋香？哎，可以吗？恭喜新郎新娘走出爱情的尽头，进入婚姻的起头。好，我们现在新郎可以亲新娘了。事情。事情啊，还好啦，怎么会搞成这样子？我知道，那个是老人痴呆。应该是失智症吧，几率蛮高的。哦，双博士厉害哦。老人家检查真係太當重嘅。好啦，不吵的啦。哎呦，出來啦！我把這個處理啦。我幹咩？
爸拿电脑。爸，你去到楼啊？好，出来，今天我关机了，你做对啦。做对。柯医生手要较好调的啦。唔会好啦，因为因犯出事。哎呀，可能给出的了，用的是多嘛东西了。上下言理必是哦，讲个未成之论，因为言别电器家爱正向思考。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阿姨她妈妈打来骂我，说办什么追思，我为什么这么没有羞耻心？阿贵啊，你看楼下有没有洗？没事了，算了。哎，三哥，那现在呢？什么事那么急啊？言心计，花儿做地改变未来，做地增加信心。杨小姐，杨小姐，先走了。杨小姐，不是每件事情都一定要找到答案，很多事情是没有答案的。黄大哥他选择离开，但是你可以有一个放下过去，选择重新开始的机会啊！你可以的，加油！我从高中开始打工抬棺木，到直接进元福，算一算也16年了。我这一次是真的想停下来，想一想我未来能做些什么，我的梦想又是些什么。有人做报客，做报客。你老幾強啦，3年人咧。别慢眼睛，可以别人家我忙好吗？天气呀。天气。天气。几个啊？你上哪个？我几个。